AI 影像分析技術正在革新公共安全管理。透過先進嘅 AI 即時視訊分析，系統可以24小時不間斷監控公共場所每個角落。有別於傳統人手監控， AI 不會受疲勞、情緒或分心影響，具備穩定性同一致性，也可以同時處理多路影像信號，大幅提升安全管理效率。AI 可以精準辨識各種潛在風險，例如偵測人群非法聚集、人流異常，以及有人暈倒等緊急狀況。一旦發現特殊事件或危險狀況，系統會立即發出警報，俾管理人員第一時間介入處理。為你嘅場所建立更強嘅安全防線，請聯絡我哋，了解更多 AI 影像分析如何協助你提升公共安全標準。